所以这真正是知法犯法。高雄有一个姓李的警察，去年才红选做无犯警察，也毋过尾也牵涉出伊甲民众的资料提供予诈骗集团。伊嘛因为这个案，尾也去封记2大个免职。即马互法院起诉了，互检方起诉了后，即马法院是依照违反个资法设立罪，判伊3年有期徒刑。上台领奖，去年6月，这个红选做是高雄无犯警察姓李的警察组，涉嫌甲因高中的同学，也就是诈骗集团带头的有交结。为民国111年到过2年的7月份，提供警政系统一共5反诈骗系统平台查询的个资予对方，毛30万金钱的往来。这个案件标出来了后，姓李的警察组封记2支大个免职，嘛去互起诉。最近1审的判决出来，法官认定涉密罪成立，不过金钱往来属于借款，无构成贪污。多次使用165反诈骗系统平台以及案件查询记录维护等系统，收集他人的个资，加以拍照后传送给他的张姓友人。此部分共有13罪的犯罪事实。姓李的警察组以违反个资法涉密合判，不得疫科罚金的部分判3年，得疫科罚金的部分判6个月。针对这点，民间事解会认为讲，这个警察绩效审法的制度无透明有关系，有绩效才有法度升官加薪水，可能地数有人怎安尼行骗去。监督救走已经是犯错之后的这种改进的一个措施，那更前端一点的预防其实是针对远景的这种一般的行为的一个诱因嘛，那这个就是绩效制度。台湾警察权益关怀协会回应讲，警政查询系统为着要防范有心人士偷摕资料，有做袂少修正，亲像甲登入的程序变复杂，若有查询的人就会留下记录。不过这嘛引起袂少基层的反弹，因为程序伤过搞工。不过为着要保障民众的个资，也是认同这款的做法。记者综合报道。